前港姐吳婉芳嘅細仔胡志同喜結良緣，喺香港靜雞雞搞咗一場低調但係無比隆重嘅豪門婚宴。呢場婚禮事前完全冇對外透露半分風聲，就算係圈內消息一向靈通嘅各大媒體都毫無察覺。直到婚宴圓滿結束之後，隨住赴宴嘅賓客陸續喺社交平台公開現場嘅影片同照片，呢場豪門婚宴嘅神秘面紗先至終於被慢慢揭開。成場婚禮嘅保密工作做得真係滴水不漏，由邀請函嘅派發到婚宴場地嘅佈置，每一個環節都喺嚴格嘅保密狀態下進行。主人家刻意保持低調，冇主動向外發佈任何婚禮現場嘅照片或者消息，完全係由出席嘅賓客們自發咁分享細節，先至令外界得以一窺呢場頂級豪門婚禮嘅盛況。呢種做法喺而家動不動就要提前幾個月預熱宣傳嘅娛樂圈入面，顯得格外與別不同，亦恰恰體現咗真正嘅豪門世家做事風格，從不張揚，但處處都透住不凡嘅底氣同分量。送賓客陣容嚟睇，呢場婚宴嘅規格之高，令人嘆為觀止。現場賓客入面有大量嚟自政商界嘅重量級人物，同時亦雲集咗好多娛樂圈嘅頂級巨星，張學友、曾志偉、鄭伊健夫婦、元彪等等，全部都係座上之賓，每一位拎出嚟都係響當當嘅人物，陣容堪稱豪華到令人咋舌。而最令人矚目嘅黨足李嘉欣同老公許晉亨夫婦都親臨現場，唔單止出席咗婚禮，仲同張學友等人一齊坐喺主家席上面，地位相當顯赫，可見胡家對許家嘅重視同尊重。要知道，能夠被安排坐喺主家席嘅賓客，冇一唔係同主人家有住極為深厚淵源嘅至親好友，咁樣嘅安排本身就說明咗一切。由於係閉門婚禮，主人家並冇主動晒出婚禮現場嘅任何照片，所有嘅細節都係由參加嘅賓客自行公開。其中李嘉欣喺參加完婚禮之後，第一時間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晒出咗出席婚宴時嘅精緻造型。從佢發佈嘅速度同語氣嚟睇，佢顯然對當晚嘅自己相當滿意，迫不及待咁想同粉絲分享呢份喜悅。當晚嘅李嘉欣絕對係盛裝出席，而且從佢分享照片時嘅狀態嚟睇，嗰種由內而外散發出嚟嘅自信同從容，令人不禁感嘆呢位曾經嘅最美港姐，即便年過半百，依然擁有令全場側目嘅驚人魅力。只見佢著咗一集黑色露背長裙，胸前以大膽嘅深 V 設計呈現，整體造型睇落既隆重又極具搶鏡效果。黑色本身就係最能襯托氣質嘅顏色，而露背同深 V 嘅雙重設計更加將佢曼妙嘅身材曲線展現得淋漓盡致。李嘉欣仍然保留咗佢標誌性嘅一頭金髮，喺燈光嘅映照下顯得格外耀眼奪目，仲精心佩戴咗一條閃耀奪目嘅掛飾作為點綴，成個人睇落明媚動人，光彩照人，仿佛時間喺佢身上按咗暫停掣。佢特登晒出身着呢條長裙嘅特寫照片，因為背部嘅設計先至係呢條裙最大嘅亮點所在。佢仲特意以側身嘅形式嚟呈現自己着呢條裙時嘅風采，將背部優美嘅線條展露無遺，可謂係用心良苦。呢組照片一經發出，便迅速引發咗大量網友嘅討論同點讚，大家紛紛感嘆李嘉欣嘅狀態實在太好了。完全睇唔出已經係50幾歲嘅人。除咗晒出自己身着黑色長裙嘅照片之外，李嘉欣仲大方咁晒出咗同老公許晉亨同康嘅自拍照。李嘉欣當晚盛裝出席已經足夠引人注目，而許晉亨嘅打扮同樣唔落於妻子之後。只見佢著咗一件剪裁考究嘅白色襯衣，仲特意將胸口嘅紐扣解開咗幾粒，露出咗佩戴喺胸前嘅金色十字架頸鏈，外面就搭配咗一套深色西裝外套，頭髮亦梳成咗一個非常有型嘅髮型。呢一身打扮睇落既可以好正式，亦可以好悠閒，風格百變卻又不失優雅，充分展現咗許晉亨一貫嘅紳士品味。
雖然許晉亨喺鏡頭前嘅表情略顯含蓄內斂，但從佢同李嘉欣嘅合影嚟睇，兩人之間嘅默契同恩愛依然係顯而易見。嗰種相濡以沫多年嘅從容同淡然，本身就係最好嘅秀恩愛方式。李嘉欣夫婦一身隆重裝扮現身吳遠芳仔嘅婚禮，而從公開嘅照片嚟睇，李嘉欣當晚嘅打扮甚至比主人家吳遠芳本人仲要隆重幾分。雖然兩人目前仲冇同康合照被公開，不過從吳遠芳喺現場被賓客公開嘅照片嚟睇，佢本人其實比李嘉欣更加上鏡。吳遠芳今年已經58歲，但佢喺當晚成為咗全場當之無愧嘅焦點所在，就連新娘嘅風頭都唔及佢搶鏡。呢一切皆因為佢保養得實在太過出色，成個人大方得體，氣度非凡。當晚佢將一頭秀髮優雅咁盤咗起身，顯得格外端莊大方。身着一襲設計簡約卻絲毫不失奢華感嘅白色晚禮服，頸部佩戴咗一套價值不菲嘅翡翠頸鏈，耳仔上面仲搭配咗同系列嘅翡翠耳環，渾身上下散發出一種優雅而高貴嘅氣質。嗰套翡翠首飾喺燈光下泛住溫潤嘅光澤，一睇便知價值不菲，同佢白色晚禮服嘅搭配相得益彰，盡顯豪門女主人嘅雍容華貴。最令人驚嘆嘅係佢嘅顏值依然好高，皮膚狀態極佳，完全睇唔出真實年紀。所謂歲月不敗美人，講嘅大概就係吳遠芳呢類人。睇到佢嘅人無不感嘆，58歲能保持咁樣嘅狀態，簡直就係逆生長嘅典範。難怪佢能喺無數次被拍到嘅路透照入面都驚艷眾人。仲值得特別一提嘅係，李嘉欣同許晉亨雖然冇喺社交平台上面公開婚宴現場嘅照片，不過通過其他賓客分享嘅影片，可以清楚咁睇到，兩人所坐嘅位置亦係主家席位，同曾志偉、張學友坐喺同一台。呢個充分說明李嘉欣夫婦對於胡家嚟講都係極其尊貴嘅客人，能夠坐到主家席自然係有特別原因嘅。張學友坐喺吳遠芳嘅旁邊，兩人一直以兄妹相稱，關係親密無間，而且張學友仲係吳遠芳幾個仔女嘅乾爹。喺場嘅時候，佢更加同吳遠芳深情合唱咗一首《愛是永恆》，嗰動人嘅歌聲瞬間掀起咗成晚嘅最高潮，令在場所有賓客都為之動容。張學友嘅嗓音依舊醇厚動人，而吳遠芳嘅聲音雖然唔算專業，但嗰份真情實感卻令成首歌充滿咗別樣嘅溫度。兩人嘅合唱更加令不少賓客公咗眼眶，成為咗當晚最令人難忘嘅畫面之一。而曾志偉之所以能夠坐喺主家席上面，係因為當年正正係佢一手撮合咗吳遠芳同已故富豪胡嘉華嘅良緣，可以話係吳遠芳人生中最重要嘅大媒人。2021年吳遠芳嘅大仔結婚嗰陣，曾志偉同樣都係座上賓，由此可見佢喺胡家心中嘅地位有幾高。對於吳遠芳一家嚟講，曾志偉唔單單係一位老友，更加係改變咗佢一生軌跡嘅貴人。呢份恩情自然係銘記於心，所以每一次胡家有重大喜事，曾志偉都必然會出現喺最核心嘅位置上面。至於李嘉欣夫婦能夠坐到主家席位嘅原因，倒並唔係因為李嘉欣本人嘅關係。事實上，李嘉欣同吳遠芳之間根本就冇咩交集，兩人係不同界嘅港姐出身，長年活躍喺完全不同嘅圈子入面。重點係吳遠芳呢個人從來就唔混名媛闊太嘅社交圈子，為人低調內斂，所以兩人咁多年嚟幾乎毫無交情可言。真正有交情嘅係許晉亨同吳遠芳嘅老公胡嘉華。胡家同許家稱得上係世交好友，胡嘉華生前同許晉亨就係關係非常好嘅朋友，兩家人時常往來，感情深厚。縱然胡嘉華而家已經離世，但係兩家之間嘅深厚感情絲毫冇改變，所以吳遠芳仲係以胡家嘅名義鄭重地邀請咗許晉亨夫婦前嚟參加細仔嘅婚禮，並且特意安排佢哋坐喺主家席上面。亦正因如此，
難怪李嘉欣要咁樣盛裝出席，呢個亦完全係出於對呢個場合以及對主人家嘅尊重。對於李嘉欣嚟講，呢個唔單單係一場婚宴，更加係一次代表許家出席嘅重要社交場合。佢嘅每一個細節都經過咗精心嘅考量，由妝容到服飾再到配飾，冇一唔係喺傳遞住對胡家呢份世交情誼嘅珍視。而呢場婚禮之所以能夠咁成功，歸根究底都係因為吳遠芳一家喺香港上流社會中積累咗數十年嘅深厚人脈同良好口碑，先至能喺一場完全保密嘅情況下，依然匯聚起咁樣星光熠熠嘅賓客陣容，令成場婚禮喺低調中盡顯豪門風範，成為圈內人人津津樂道嘅一段佳話。好啦，以上係本期嘅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多謝大家嘅支持。